激光脫比基尼毛毛要諗咁耐，其實就係因為怕痛、驚脫唔清同埋擔心尷尬。所以今日就嚟話俾大家聽，揀選激光脫毛需要注意嘅3大重點。第一，係咪用美國靚機？第二，係咪有信譽同埋口碑專業嘅大公司？第三，公司內部有冇專業嘅安全監管？因為除咗揀機，其實最重要就係睇佢嘅操作手勢夠唔夠專業。所以如果你想一勞永逸，無論想全脫定係局部修型，HairLess 專業激光脫毛品牌都可以幫你搞掂。HairLess 可能大家都聽過啦，係喺香港比較出名主打女士激光脫毛嘅大公司，聽得最多嘅好評就係佢哋主打收取合理嘅價錢，但係都可以提供到專業、安全又優質嘅激光脫毛服務，所以我都參加咗啦。咁可能大家又會好似我咁樣問，做激光永久脫毛，如果將來生翻幾條出嚟，咁點算啊？仲會唔會額外收費㗎？可以放心，去 HairLess 參加嘅所有部位都係包永久補脫同埋永久保養，全身上上下下由唇毛、面毛、手腳我都全部脫過晒。作為大家嘅專業研究生，我一定要有嗰句講嗰句，做完比基尼激光脫毛嘅感受真係特別深，非常值得。所以有我喺度，梗係要幫大家爭取最大嘅優惠，叫佢哋做半價。HairLess 網站有 show 晒所有女士部位價格出嚟，明碼實價，價錢已經包埋永久同埋一世免費補脫，啲價錢真係好合理，包你成世喎。今次除咗適逢 HairLess 專業激光脫毛品牌8週年隆重推出咗1個月嘅慶祝活動，包括豐富獎賞脫毛優惠之外，仲有全港最抵用我嘅優惠碼就有5折優惠，再加免費3選1體驗，大家記得快啲趁我嘅限時優惠登記啦！